做狗仔唔可以咁小氣噶吓，知唔知？知飛機波比吓，啊，原來的裝啊！喂，你試下去啊，反正我就唔做你隻狗。波比，他在這裏賣雞蛋。呢幾日換咗手機影視頻清咗好多，我發現上轉轉買二手 iPhone 仲抵。我呢台蘋果14 Pro 只要3800，比新款平咗1600蚊。我研究過啦，轉轉官方驗嘅手機都經過多輪質檢，比一般嘅二手靠譜，而且轉轉唔止有手機，而一年嘅 iPad Pro 都只要3000幾。總之買二手選轉轉驗過嘅。聽啦，撈完未啫？哼，媽咪你識佢噶？點能坐姐姐啫？叫你波比坐你啊！哇！哎呀，我行嗰邊，你行呢邊係咪？嘿嘿，係呀，點啊？唔想見到你，知啦，你係咪？咁就差唔多。你仲敢過嚟？信唔信我打你一餐啦？你冇跟住你啊？姐姐咪俾我啊！